Hello，大家好，我係實德金融嘅 Ferris。英國公投脱歐，央行層面上都紛紛要採取唔同嘅措施去避免金融動盪。美國聯儲局喺禮拜五嘅時候表示咧，佢哋已經開放咗貨幣互換嘅協議，即係話各國唔同嘅央行咧可以以唔同嘅貨幣向銀行放貸。英倫銀行就表示啦，佢哋準備咗最多2500億嘅英鎊啦，去為金融機構同埋銀行提供廉價嘅貸款。而歐洲央行亦都表示啦，有需要嘅時候，佢哋亦都係會向銀行發放貸款嘅。而日本央行就暗示咗啦，已經準備好必要時喺匯市上邊採取唔同嘅措施。以上嘅種種表明咗央行層面都係嚴陣以待啦。喺投資者嘅層面上咧，似乎都係要做嘢噃。喺揾緊呢個資金避難所嘅時候咧，似乎黃金都仲係一枝獨秀，因為我哋睇翻 SPDR 全球最大黃金 ETF 喺禮拜五嘅時候咧，都係增持黃金嘅，由禮拜四915.9噸增持到去934.31噸。都增持咗差唔多有20噸，呢一個動作都係表明 SPDR 嘅投資者對金價後市咧都係睇高一線嘅。呢個 SPDR 增持黃金嘅動作就係喺英國公投結果之後嘅事啦。咁但係喺公投之前又點樣呢？根據美國期貨交易委員會嘅資料顯示啦，截至6月21號嗰個嘅星期啦，黃金期貨同埋期權嘅淨長倉盤咧係去到256898張，呢一個嘅張數咧講緊係2006年有呢個數據以嚟最高嘅一個數字嚟嘅。上次一個歷史嘅淨長倉嘅數字咧，其實係發生喺2011年嘅8月。如果大家冇忘記嘅話咧，2011年9月就係黃金價格見一個歷史高位1923嘅時候啦。喺呢一個狀況之下，如此類推，金價上升空間仍然會係好大嘅。金價短期間應該會反覆上試1343美元呢個阻力，穿咗呢個阻力嘅時候咧，就會係試1375美元呢一個嘅障礙嘅。好啦，今日就同大家講住咁多先，再會。